Hello，各位同學仔，大家好啊！我係梁 Sir 啊。忙完中六嘅嘢，咁又得閒去拍片啦，同大家去講下啲公開試嘅題目啦。咁我哋今日咧會講嘅係呢個2024啊，OK， 2024年啦，都幾新嘅一條題目啊。2024年，我話個年份新啫，唔係個題型，其實個題型係唔新嘅。咁然之後就第18條，就問大家睇完篇文章之後啦。綜合全文係以下各項咧，係咪呢一篇文章嘅敘事手法？咁啊有兩個 term 嘅，喺呢個時候咧，同學仔心諗啦，喂，乜嘢嚟㗎呢個層層遞進？咦，心諗層層遞啊！我知，嗰個修辭手法啊嘛。OK， 喂，唔係啊，嗰個係叫做層遞。修辭手法嚟嘅，同呢一樣嘢係我唔講話完全冇關啦，係少少啦，但係唔係嗰樣嘢，嗰樣嘢係修辭手法層遞，呢個係叫做敘事或者文章嘅佈局手法啦，我咁講啦嚇。OK， 可以叫做佈局嘅手法啦，係啦，就完全唔等於修辭手法嘅。另一個仲得人驚，虛實交錯，哇！感覺上係好似嗰啲咩啊，《倚天屠龍記》啊，咩剩啊，嗰啲金庸武俠小説咁樣虛實交錯啲內功招式啊，咁內功心法咁樣，點樣虛實交錯啊？篇文章啊講到咁高階咁樣，好抽象喎，究竟係啲咩嚟嘅咧？咁樣其實唔係第一次考㗎啦。咁今日咧講完呢條之後咧，去到差唔多片尾啦，我俾埋第二年大家做參考啦。呢啲其實你係應該要有嘅知識嚟。OK， 層層遞進，虛實交錯。先睇一篇文章先。篇文章咧，2024年啊，篇文章咧就叫做繁盛。OK， 好多同學仔都睇下，都覺得喂，都幾難理解嘅文章喎。近年嘅白話文其實難度都有㗎，但係我今日咧就已經係幫大家咧間好咗熒光筆嘅位置。OK， 咁我有信心相信咧，用呢幾分鐘嘅時間，好快你會聽得明。OK， 我唔睇晒成篇文章啦，冇咁多時間，我淨係睇重點。OK， 同大家講古仔咯喎。百幾年前啦，咁就有堆農夫咁啊嚟呢一個位置定居，咁然之後佢哋就用揚長灌水，心諗咩叫揚長灌水？哎呀，關你屁事咩？我依家解釋俾你聽冇意思啊！我上堂成日同同學仔講，我依家解俾你聽，咁你入到去睇第二篇，有邊個解俾你聽啊？咁如果你入到去睇到呢句嘅話，換言之，你應該點理解啊？4個字啦，關你屁事咯，咁咪繼續睇咯。OK， 你識咪識，唔識唔識啦。揚長灌水咁點咧？咁啊唔知講乜啦，製成簡陋嘅水平勘測儀啦咁樣，咁啊可以墾荒同埋開渠嗱，大家記得啦，100多年前嗰啲農夫係嚟到呢度咧係要墾荒同埋開渠嘅。好，今日第一個 check point 問下大家啦，既然佢哋係要負責開荒，咁所以佢哋一嚟到呢一個地方嘅時候，嗰個地方係繁盛定係不繁盛嘅咧？俾3秒時間你諗下。好，100年前 ，OK， 100年前，咁既然你要負責墾得荒嘅，咁當然個答案就係叫不繁盛啦。OK， 如果你去到已經係生機勃勃啊，盛啊好繁盛嘅，咁都唔需要你去開荒啦 ，right？ 好啦，跟住啦，咁啊開咗荒咯喎，引咗啲水入嚟咯喎，咁係咪充滿生機咧？成唔成功咧？咁樣，跟住我哋見到咧有啲魚啦，有呢個間漏一粒字啦，他們係啲魚嚟嘅。係啦，啲魚啦，肥大笨拙，無憂無慮，哇，爭先恐後咁樣咧就湧入個水渠嗰度喎。OK， 好多魚喎，咁啊大地上高咧，咁亦都係有一個繁盛嘅情況，俾埋個字你㗎啦。OK， 有繁盛嘅情況，咁我哋繼續咯喎，即係由唔繁盛咧就變成繁盛。OK， 變成繁盛咯喎，因為人類識得開荒啊嘛，咁好合理啫。點知啲人咧就開始捕魚啦，我哋跳咁冇睇啦，一路捕魚一路成啦。咁人類過分捕魚啦，就令到啲魚咧越嚟越少，人越嚟越多，跟住土地開始咧就變得空曠而荒涼啦，因為人類嘅過度嘅開採。OK， 最嬲尾仲搞到冇晒魚。OK， 但係土地俾你扯乾咗、扯爆咗，啲魚都俾你扯死晒。OK， 咁所以個結局就係不繁盛。OK。其實睇到嚟呢度咧已經可以做得㗎啦。頭先條題目嗰個咩層層遞進嗰條，不過唔緊要，我睇埋先。好啦，又過咗好多年，我哋一家人就嚟到呢度啦。嗱，呢度100多年前啊，咁即係呢一度好多年啦，就應該100年後咯喎。OK， 100年前啦，或者叫 now 啦嚇呢個。我唔寫100年後，我費事大家以為來回爭200年嗰啲數學題。OK， 依家發生咩事啦？我哋一家人嚟到呢度啦，咁然之後一切好似啱啱開始咁樣啦，寸草不生嘅，水泥又堅硬，渠邊寸草不生，即係繁盛定唔繁盛？又諗3秒先，係唔繁盛嘅。咁跟住點啊？佢哋開始做嘢咯喎，開始做嘢啦，啲魚咧慢慢開始游翻嚟啦。
跟住佢哋嘅承包咗個土地啦，咁佢哋係做啲耕種嘅工作啦，就種滿咗啲向日葵咯又 OK， 又充滿植物啦，又充滿魚咯喎，咦點解咁面善㗎？同頭先嗰條 pathway 咧，基本上係一樣。人類咧總係會犯重複嘅錯。以前嗰單嘢係咩事啊？繁盛，跟住啲人開荒變成繁盛，跟住佢哋係貪勝不知輸，我哋叫做過分開採，取爆大自然資源，最撚尾玩爆咗大自然。OK， 100年後睇人有冇進步咯喎 ？OK， 唔繁盛啦，嚟到呢度好啦，咁啊又開荒啊成啊咁樣啦，咁啊開始咧有魚啊有植物啊咁樣咯喎。結果佢話：我哋同100年前嗰班人其實根本就冇唔同，佢都識得落個罪己詔啊！呢個佢話我哋除咗識掠奪之外，乜嘢都唔會顧。掠奪乜嘢啊？掠奪大自然資源，我哋淨係識得一味搶個大自然，我其他嘢我理得你死啊！尤其是我哋依家咧呢篇文章嘅主題咧，係講緊依家嘅一個時代嘅大嘅基調，就係叫可持續發展啊。OK， 咁所以呢篇文章幾得意㗎，我覺得係可以貼喺環保署。OK， 可持續發展咁樣啦。咁但係啲人好明顯係冇顧到呢5個字啦，可持續發展咁睬你都傻啦，我淨係掠奪啦。OK 咁樣，係咁搶，咁搶到點樣咧？莫非真係一樣嘅收場咁一路咧？後邊咧講佢哋點樣掠奪啦，班有癲嘅仲喺度用農藥。OK， 咁啊係咁搶咁樣啦，為求得到最大嘅利益。去到最嬲尾咩情況啦？我哋屋企嗰200畝嘅地啦，就旱死咗幾十畝啦，之後仲要病啊，蟲害不斷咯。咁去到最嬲尾係無一幸免，生命的消逝。OK， 咁去到最嬲尾乾旱啊、病啊、大自然亦都重新最後個結局咧，就係變得咧就係不繁盛啦。OK， 咁呢個故事主要可以分為2 part 咯，時間線咯，100年前咯，咁同埋100年後咯。但係你發覺咧，佢哋2個咧係一模一樣噶，一個 repeat 一樣嘅 pathway。OK， 咁人係咁賤噶啦，係咪？都冇辦法，呢個冇吸取到個教訓啊。咁所以去到最嬲尾咧，我篇文章就係發覺原來繁盛呢一樣嘢啦。我哋睇完呢個之後，繁盛原來係一個乜嘢嘅流程啊？係一個 cycle 嚟嘅。啲人類就不斷咁犯錯，唔繁盛、繁盛、不繁盛、繁盛、不繁盛。OK，go on and on and on。OK， 咁講咁多嘢，揀咗呢啲，關呢條題目咩事咧？咁層層遞進其實有幾個方法去理解。今日喺 YouTube 裏邊，我教一個。OK， 一個就係咩嘢咧？咩叫層層遞進咧？係由非主題慢慢進入到核心嘅部分，叫做主題。OK， 咁就叫做層層遞進。呢篇文章嘅主題係咩啊？我姑且用個最低能嘅理解。呢篇文章嘅主題，繁盛喎。咁咩叫非主題啊？非主題咪即係不繁盛啦。進入到主題即係繁盛啦。咁所以如果成篇文章一開波係以非主題，係以不繁盛為題，跟住越嚟越繁盛，越嚟越繁盛，去到最嬲尾，哇！好繁盛，大家安居樂業 ，OK， 充滿資源啦，咁嘅情況。咁呢個答案咧就叫做 true 是啦 ，OK。咁但係我頭先睇咗個 cycle 啦，佢係咪由非繁盛去到繁盛啊 ？No， 佢係一個即係巴士循環線啊。OK， 繁盛唔繁盛，繁盛唔繁盛，繁盛唔繁盛，直至永遠。OK， 所以層層遞進嘅答案係冇錯，應該個個同學仔都跟到嘅。所以我成日話咧，跟我班嗰啲同學仔咧。係如果啊，我難聽啲講句，如果你跟我嘅班，你都能夠聽唔明嘅話咧，其實你係一個人才嚟嘅。OK， 唔容易啊呢件事。OK， 唔容易。問你個 IQ 題，你喺學校有冇學過？嗱冇屈學校老師咩？學校老師教咗你自己瞓咗嚟計啊？咪都計嘅。OK， 即係人哋教你都係冇學過嘛，係咪？或者老師又冇教過，但好得意嘅喎。點解學校冇教呢個？但係公開試考嘅？呢個問題問得好，我以前喺學生嘅年代咧考公開試，我已經問緊呢個問題啦。但係問到嚟依家咧，我都揾唔到答案㗎。學校教呢啲，有冇見過嗰個圈啊？我唔記得喺邊度睇咧，嗰啲咪咪圖咧，呢個學校教㗎嘛。跟住呢個咧係公開試，呢個係公開試考㗎嘛。OK， 好可憐㗎嘛，得咁多係重疊嘅啫嘛，係唔知點解係咁㗎。如果你覺得係咁嘅話，非常之正常。以呢條嚟為例咧，喂，點解又係咁樣嘅？係好正常啊。OK， 咁所以我純粹係用一個最深入淺出嘅方法教翻呢個圈，補教翻呢個圈嘅內容啫嘛。咁呢個咪就係我自己嘅課程嘅內容咯。OK， 咁但係順便啦，講到個18.2啦，頭先教我間嘅已經咩叫虛實交錯，乜嘢嘅武林絕招咧 ？OK， 呢個叫虛實交錯啦。我淨係睇最撚尾呢個位得啦。
我就企喺嗰個冰窟旁邊咧，就探頭張望咯。咁啊，作者嚇，咁啊見到漆黑嘅水面喺度悠悠咁戰動啦，抬起頭來，一日落雪喎咁樣。你唔好嚟啦。咁總之我寫緊啲風景啦。OK 咁，跟住喺呢度啦，出事啦。點解叫出事咧？佢話佢見到100年前嗰個人冒雪而來，哇！作死你，污糟嘢！突然間見到污糟嘢，喂！100年前喎，大佬佢見到嗰條友啊，同埋咧講啲低能嘢，佢喺成篇文章佢唔係第一次見到呢個人㗎。OK， 你係可以拍嗰啲即係大家嚟時嗰啲泰國鬼片㗎呢啲。OK， 咁但係喂，點解會咁樣嘅？其實好簡單，呢個咪就係現場嘅實景啦、事實啦。佢見到你冇理佢想表達啲咩啦，我知道。哎呀，又好深層次嘢，我好驚喎。咁嗰啲我哋今日或者呢一條姑且唔處理住啦。IQ 題啦，你有冇可能會見到100年前香玉嗰個人啊？冇啊嘛，咁啊即係呢個唔係實啦，即係呢個叫咩啊？你見到呢個叫做虛啦。OK，virtual 㗎，唔存在㗎，唔係事實嚟㗎呢個，所以有實有虛，虛實交錯，交錯即係 cross over。OK， 交錯 cross over， 答案係 so easy。OK， 超級簡單，你只需要知道翻呢個知識。但我調翻轉講。我完全冇補過兩常識，我入到去考試，呢條見到呢啲字，人哋做得咁開心咁簡單，原來你一入到去第一次見，如果我頭先未教你之前，可能你 click 入嚟呢條片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哇，咩嚟㗎呢啲咁樣？當你拗晒頭嘅時候，你發覺你學過嘅同學送分嘅啫喎，好簡單嘅咋，其實件事 OK， 爭在你有冇接受過你應得嘅教育咧咁樣，所以俾個機會自己去進步 ，OK， 俾個機會自己進步，好冇？好，跟住另一年嘅公開試咧就呢個啦，2016年條題目唔係一模一樣 ，OK， 咁不過咧佢裏邊有個選項咧叫層層深入，咁其實同頭先個層層遞進咧係一樣嘅啫 ，OK 就一樣嘅玩法，咁所以我純粹想攞呢條咧就冇時間教多條啦，純粹攞呢條話俾你聽，喂呢啲嘢唔係話 once in 呢個 DSE 淨係出一年啊，一個奇怪嘅 term， 唔係嚟㗎，係 suppose 出完又出，你係應該要識，你學校應該要有教。OK， 咁最後俾翻頭先第18條嗰個命中率大家睇下，2/3嘅考生咧係答錯啦，跟住就呢個好啲，虛實交錯，但係都有接近1/3嘅考生答錯。你話算係好差咩？咁未必算啦。咁1/3嘅人答錯都2/3人啱啊，但係你唔好咁講喎，因為頭先嗰條係2揀1，識唔識數學啊？亂撞嘅話答中機率係幾多啊？50喎。仲慘過亂撞喎，所以情況好嚴重。你唔好以為啲人好叻啊，30幾、60幾，有啲20幾，嗰啲 long quest 嚟㗎嘛，冇得揀㗎嘛。呢條我亂撞都50啦 ，OK， 仲差過亂撞，所以情況其實係好嚴重，代表同學仔係真心唔識。或者你換個説話，你可以67.6再38.5，再減埋啲符碌中嗰啲，你就知道識嘅人真係好少。OK， 點解會咁嘅咧？我成日都唔明點解要考嘅嘢，但係學校冇教到你哋係好似冇聽過咁樣嘅咧咁。好啦，咁今日咧嘅有個教學嘅部分，首先嚟到呢度啦，跟住有一個特別嘅宣佈係想同大家講嘅，咁所以請大家咧用多90秒 ，OK， 睇到片未啊？中3至中5嘅同學仔，仲有6、7個禮拜就大考咯。大家好，我係梁 Sir。同事話俾我聽咧，近排咧 Centre 收到好多同學仔嘅 inbox 啦，都係問緊我哋會唔會搞一啲嘅特別班咧，就係追一追個考試進度嘅。答案係有嘅。喺4月下旬開始，我哋分別咧就會喺中文科同埋英文科咧就推出呢個大考嘅準備班。嗱，講得好聽啲咧就係準備啦，但係其實個難聽嘅真相咧就係幫你一次過咧就用短時間追翻晒成年嘅進度。咁簡單簡介下我哋大考準備班嘅教學內容啦。咁中文科包括有白話文同埋文言文嘅閱讀理解技巧啦，實用文嘅寫作啦，同埋命題作文裏面唔同嘅問題嘅。好啦，而喺英文科方面，我哋將會針對同學仔嘅生字不足啦、常犯嘅文法錯處啦，以及喺各卷答唔中 point 呢幾個問題咧，作出一啲針對性嘅教學同埋訓練㗎。而個重點嚟啦，就以上講過嘅呢2個班啦，我哋都會有模仿 DSE 2026嘅模擬試題咧，就俾同學仔練習㗎。嗱，你冇聽錯，係2026啊，即係啱先至考咗嘅公開試。我哋專業嘅教學團隊已經就最新2026嘅中英文科試題嘅出題風格同埋題型啦，就作咗一個分析，製作咗啲全新嘅模擬試題俾大家㗎啦。喺4月30號或之前報名，仲有限時優惠。其實我哋做好多嘢都係想幫你喺嚟緊大考裏邊攞到好嘅成績，但係你要俾少少時間我哋幫你，唔好等到5月中、5月尾先至揾人求救，到時就冇用㗎啦。